我哋非常感恩11月22號嘅中文詩歌分享會圓滿咁樣完成，不同語言嘅教會能夠同心合一咁樣以詩歌創作嚟彰顯咗神嘅榮耀。詩歌分享會之前，不但只有參與嘅教會嘅牧者同埋各事工領袖嘅團體會議，彼此咁樣分享異象，敬拜同工更加係俾牧者們共同按手祝福，何等蒙恩嘅主內同行啊！以下就係參與教會嘅牧者對分享會嘅感想。感謝主，八家中文教會能夠並肩的舉行這樣一場詩歌的創作分享會，不是為了展現才華，而是要讓大家看到創作者生命的見證，讓人聽到耶穌基督有拯救大能的好消息。教會可能會有不同的看見和理念，但我們沒有分隔，而是活出了神國度同心同行的美好見證。感謝所有牧者同工的支持，以及敬拜隊伍帶給我們這樣激動人心的詩歌。這是一場蒙恩的心靈饗宴。願神帶領，讓我們在來年能夠超越4堵牆，把這個詩歌和見證和福音的恩光永留於社區，榮耀歸給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感謝主。我記得今年7月嘅時候 Pastor Phoebe 嚟到同我分享佢自己對中文教會聯合去見證神嗰個嘅異象。好快11月嚟到11月，我哋已經係完成咗第一個嘅合作項目，係中文詩歌創作分享會。喺當中好感謝弟兄姊妹嘅參與，通過你哋嘅音樂創作，分享住一個又一個生命嘅見證，藉住音符去將耶穌去傳揚出嚟。為你哋感謝神，願神真係悅納你哋嘅獻上，藉着你哋嘅音樂嘅恩賜，去成為流通管子，去見證耶穌。我哋睇到詩歌創作分享會真係好感恩呢個只不過係第一步打響咗應該話係教會合作嘅頭炮當然我希望有更多日後合作嘅機會。有一句說話佢咁講，佢話 When we are together, we are stronger。 當我哋一齊嘅時候，我哋會變得更加嘅強大。願聖靈帶領住我哋，用百般嘅智慧將福音帶入社區，擴展天國，讓墨爾本成為一個高舉耶穌、榮耀耶穌嘅地方。非常感謝菲比牧師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參與在這次原創詩歌的服事。在寫評語的過程中，我仔細閱讀每一首的歌譜，心裡非常的受感動。每一位創作者都把自己在主面前的生命經歷、對神的信靠與真實的回應寫進了歌詞裡。每一首詩歌都是主親自放在他兒女心中的禮物，何等寶貴！我也深深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華人教會能在敬拜中有更深的聯合。當我們彼此支持、彼此建造的時候，神的榮耀必在他的教會當中更加彰顯。弟兄姊妹，我想講上個禮拜你哋詩歌分享創作會做得非常非常好啊！你冇睇幾幅圖畫就係敬拜，原來咪淨係詩歌旋律舞台，係一個呼召我哋要踏出去，彼此結連，同心合一。教會其實唔應該係一啲分隔嘅群體啊，因為我哋都同屬一個身體，同領一個嘅使命。所以敬拜嘅同工、詩歌嘅創作人，你哋繼續寫、繼續唱、繼續讓敬拜係化成為行動，化成祝福，化成差遣。我自己亦都祈禱，亦都盼望澳洲嘅華人教會能夠舉辦多啲呢啲咁樣嘅活動，讓我哋有一個平台能夠咧彼此交流，能夠更加咧係彼此嘅去合一。願上帝嘅國藉着地上面合一嘅教會喺地上面大大嘅彰顯。我哋繼續努力，繼續加油。聽了大家嘅歌曲，很感動，我覺得教會有希望啦，有這麼多年輕人有心又有恩賜，繼續努力，期望中文教會有更多合作，互相勉勵，同心侍奉。感謝主，這次讓我們8個教會能一起同心讚美神。
经历神的同在和带领。很感谢各教会牧师全力的支持，各敬拜队全力的投入，以及诗歌创造者们用生命的经历谱写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也特别感恩幕后默默付出的同工。愿圣灵带领澳洲更多的中文教会，以主里的生命谱写出更多中文的诗歌，彼此鼓励，一起感恩赞美我们的神。充满主的爱。縱是破碎這山寨，擔當任何代價。